呢個視頻將會引用 WHO 友好城市指南並聚焦健康服務嘅領域。我仲選用咗2025樂齡科技博覽高峰會嘅產品作為例子。首先，33個國家上千名長者嘅友好型城市應該如何建設？社區又應該如何幫助同埋支持服務長者嘅健康？又有冇產品可以幫助到佢哋？根據友好城市指南嘅數據顯示，擁有定點容易獲得嘅服務衛生非常重要，即係距離。同時，政府嘅基層醫療宣傳片中都揭示咗，在2021年香港慢性病嘅人數已經達至200萬人，在2039年會到300萬人，並且都提出咗預防大於治療嘅觀點。所以我選擇咗一款又可以入到社區同屋企，又可以提升老年人協調性同靈活性嘅產品。太極推手機器人同埋佢輔助嘅步伐墊。太極推手作為一種傳統嘅運動形式，被廣泛嘅認為能夠提升身體平衡同埋協調靈活性。機器人嘅加入可以提供一個安全穩定嘅環境，仲可以令到無法參加課程嘅人都可以做到上肢嘅訓練。至一啲坐輪椅嘅長者，根據衛生署嘅資料，香港65歲及以上長者有70%受傷事件都為跌倒，所以強化下肢嘅設備十分重要。呢款步伐墊由傳感器同埋智能評分軟件組成，透過系統評分，再加中練功時可以知道身體重心同埋動作標準嘅對錯重現，減少跌倒嘅風險。我點解揀呢款產品？可以由3個方面總結。第一係創意方面嘅太極，服務使用者對你嘅項目有冇興趣，會決定咗活動或者設備嘅第一次使用率。首先吸引到人參加係最重要嘅。第二、第三點就係距離方面嘅便利同埋健康方面嘅提升。呢3方面，第一係設備嘅使用率，第二係便利程度，第三係最終嘅健康成效。最後希望所有長者可以喺樂中學，喺學中樂。